係，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嗱，今日星期一，提供兩場足彩嘅畀大家參考下啊！一隊呢就意甲嘅烏甸尼斯對住羅馬，一隊就葡超嘅卡薩比亞對住波圖。嗱羅馬呢就今場贏咗呢就可以上第四嘅，而家就客場。-0.5，咁我今晚呢就睇好羅馬客場能夠小勝烏甸尼斯，所以今晚就着起羅馬件波衫啊！另外一場呢就葡超嘅卡薩比亞對住波圖，卡薩比亞就要保組嘅，波圖呢就而家排緊第一。希望能夠保住第一個位置呢，就呢場-1.5嘅，我睇好波圖件波衫能夠擊敗卡薩比亞。鍾意頻道呢就點讚下，轉發下，訂閱分享，祝大家好運啦！今晚聽晚再見，好嘛？好，拜拜。